Hello 各位，嗱嚟緊嗰幾日咧就係2025年嘅秋季天赦日啦。咁適逢其會啦嚇，喺嚟緊嘅10月中，咁我就又會去呢個廣州嘅圓玄道觀嗰度為善信祈福同埋還神嚇。咁呢個係我慣常動作啦，當然一定會去裏邊嘅財神金殿啦嚇。咁大家有 follow 開我嘅都知道，財神金殿對我嘅眷顧同埋呢個係人生一個大嘅轉捩點啊！喺我嚟講嚇，咁好有作用嘅。咁所以我每年都去，起碼去1、2、3次嘅。咁好啦，咁原來咧入邊咧圓玄道觀好大㗎嚇。咁除咗我必去嘅財神金殿之外咧，咁原來咧佢仲有呢個姻緣石嘅嚇。咁姻緣石咁之前都有為善信祈求過嘅，咁個效果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嚇。咁嚟講咧，咁仲有咧，觀音殿啦，有觀音殿啦，有元神殿啦，元神即係太歲殿啦，咁當然入邊仲有好多嘅，就三聖殿啊、三清啊，甚至乎黃大仙都有嘅佢哋嚇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咁我就會係將佢合十埋一齊，就呢個係天赦日，以及係財神金殿啊、姻緣石啊、觀音啊，其他嘅神祇都會係集中喺呢個10月中嗰度為善信去求神或者還神。咁大家可以留意返我嘅公告，咁就去盡快去報名啦。多謝大家。